生闷气，火气，我就想得很生气，空气，对待具要有勇气，来多讲一句，你先究竟。敲门，敲门，基本礼貌口要先问，离开不随时快的生活习惯，这有够坏。敲门，敲门，简单动作口也不等，你可能是不想回的，但这是责任却看着。女生一段杂技，一件我的事情，送我的印记，又那么生气，说我的语气把我的放弃，我不讲我宁我明白我的脾气。不停推脱，养了一堆借口，得到承受。前一秒说是朋友，后一秒无奈我。现在跟我到了，我不是个傻瓜，说谎就要付出代价，是应有的惩罚。别再跟我到了，你被当成笑话，自己造成的那尴尬，我也没有办法。瞎扯这个。